交通部推动高铁趟宜兰的计划路线是对南港站到宜兰站，计共是60.6公里长，闪开翡翠水库的集水区，98%以上拢是桥甲泵坑，大概是27分钟的车程。今仔早起，伫环境部进行宽屏的初审支持甲反对民众嘛伫环境部的外口来表达诉求。第一高铁，暂停环评。 反对高铁延伸宜兰向推动的在地团体，一早就来到环境部震动，呼吁暂慢宽屏。因认为有7大缺失，包括可行性研究不足，高铁顶比代替建国分钟经费所暴增2300亿。联名更加提出规划报告指出，伊的产业经济外溢效益是占55%，土地净达21%，批评这是一场骗局。这个可行性研究本身就是一连串的骗局。 根本是把外快当作是本业在做。在地居民嘛不满，离宜兰市顶开一场公听会，根本无尊重地方，更加烦恼居民的土地、农地权益何在呢？这些都是会大大影响居民的土地权益，可是铁道局也没有说。 伫环境部后洞受宜兰民意代表佮民众一合，看到东部需要发展的机会，宜兰已经等上久啊。所以人听你讲的就是讲，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咱宜兰要变做一个进步、现代化、方便、好的城市，安尼大家讲好唔好啊？好。 开发案下早伫环境部进行宽屏审查，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预计是为南港站到新增的宜兰站，总长60.6公里，撇开翡翠水库集水区，98%以上采桥梁佮有泵坑的结构。交通部重申开发的必要性，还可以来均衡地区的一个发展，而且带动宜兰县的产业还有常住人口一个成长。 交通部铁道局指出，高铁延伸宜兰行车时间27分钟，台北花莲行车时间卖当为140分钟减少到90分钟。有关土地取得离西部开发的时阵有丰富的经验，在西部高铁拢会当看到青冷冷的田，显示高铁甲田是会当共存的。到高个进程案件搁咧审查当中。公司新闻林建梅朋友做台北报道。